这是我们跟荷兰在台办事处以及文化部、台北书展基金会以及荷兰建筑事务所 MVRDV 共同合作的一个展览。那这个展览原本是在台北书展，然后有一个荷兰主题国展。那这也是台北书展的这个展览第一次移师到这个其他县市来做展出。自从1624年这个荷兰人到台南建立了这个热兰遮堡以来，那让台湾正式的迈入国际贸易的一个版图。那所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年。所以今年台北书展也特别将荷兰定为一个主题国。策展的一个理念大概就是区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那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呢，因为这大航海时期有许多的制图，所以当时有留下了许多航海的地图。那我们也可以在里面稍微找到一些台湾的踪迹。那所以在第一个展区呢，我们是介绍1624。那现在的话呢，这个展览主要是要呈现荷兰当代的一个文学家，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的外面呢，就是呈现了8位荷兰当代的一个文学家，包括他们最畅销的作者，以及甚至有一位是荷兰的汉学家。那未来呢，其实就是儿童，所以在未来这个展区呢，展出的就是他们的一些亲子的绘本，那以及儿童的文学家。那在这一圈里面，我们也介绍了许多的荷兰当代的一些文学的绘本作家。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北书展在过去的传统当中，其实主题展这从来没有移展过了哈。那因为今年主题展其实是荷兰展哦，那台南400其实反映的其实是台南跟过去的历史其实跟荷兰有很深厚的关联哦，所以其实是我们有共同交织的历史。然后我们同样是海岛的国家，然后这个重视科技发展的城市，那以及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环境永续的问题，我们都认为其实荷兰馆跟台南400有很深的可以彼此对话跟借鉴的这种价值，所以我们特别把它移到总图这边来。那希望对于荷兰这个国家有兴趣的市民朋友，或者对于台南跟荷兰究竟有过什么样的一个交集的民众呢，能够在这段时间到我们的市立图书馆来来看待、来欣赏、来参观我们这个荷兰馆的展览。你好，是讲嘅，欢迎收看4月12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正伫南門路的興德樹小葉蘭人，去年經過專家的檢測，就發現成長的狀況已經有安全的過濾，所以正式來移除。同時，教育局配合今年度500萬的預算，將執行全市5000張興德樹的體檢，以維護用路人安全。去年因为南門路2張小葉蘭人被風颱吹倒，造成民眾受傷，嘛凸顯該路段興德樹潛在安全的風險，所以教育局經過專家檢測，確定該路段有10張無適合小葉蘭人成長，在後正式派工移除，只保留1張，在改善生育環境以後，來保證更拉樹。以南門路為例的話，它有10棵行道樹，經過我們檢驗，就是大概只有一棵可能樹勢比較好，所以我們就擴它的樹穴，改良它的棲地。那其他9棵的話，樹勢不好的話，我們會做移除。那考量有一些在路口或是在消防栓部分，我們就不再補種。那有3個地方我們適合補種，我們會補種光蠟樹。為了加強興德樹的維護，教育局嘛擴大辦理健康檢測，今年度將計劃投入500萬來執行大台南5000張興德樹的檢測，以保障用路人安全。我們行道樹的健檢已經發包了，那我們委託嘉義大學來辦理，它目前大概就是會預計會執行大概5000棵行道樹的檢驗，這樣子。那如果檢驗如果發現有問題的話，我們再做後續的處理。
虽然有一寡行道树真大丛，看起来真勇，不过其实检测以后，因为生长环境受限制，无法度扎根，甚至出现树根顶面生的情形。了后市府陆续拢会全面体检，来维护用路人安全。台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为了帮助中途生找到人生的方向，台南市理小协会接受教育局的委托，办理113年青少年探索班，11号开训典礼，就伫中头社区活动中心登场。真侪长官贵宾拢到场，勉励青少年朋友伫参加探索班辅导以后，会当脱胎换骨。青少年探索班计划透过辅导会谈、生涯探索、工作体验等多元课程，协助15岁到18岁高中毕业无升学、无就业青少年，帮助因顺利找到人生发展方向。还有生涯的一个探索，还有工作体验。通过体验之外呢，还有一点点的一个实习补助。所以其实呢，来这边也不会损失太多，反而可以让你找到更多未来的发展方向，还可以交到很多朋友。很多小朋友或者家长还不晓得这个计划，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座所有的好伙伴，包括我们陈明飞、李宇跟陈玉珍，那个议员，这样我们也透过议员在跟社区做一个广大的宣传，也希望这些孩子能够找到自己的未来跟自己的方向。透过会谈以及课程，鼓励学员继续升学，也就是学习一技之长，为囡仔导向正确人生路途。青少年探索班来辅导15到18岁国中毕业未升学未就业的青少年，来辅导他们顺利找到生涯的探索方向。那辅导措施就包含说有辅导的会谈、个别的、团体的，然后有一些生涯探索的课程，有一些职业的参访。最重要的是还有工作体验的部分，来让孩子可以直接进到职场，又可以学习一技之长，又可以工作赚钱。今年活动另外一项特别，就是首次甲台南大学戏剧创作书生合作，推出表演课程，让学员演绎出自身的故事。今年特色的话是跟南大的戏剧创作的老师还有研究生们共同来合作。那也是因为这几年的话，也的确有看到说戏剧的应用在青少年辅导上面的话，其实是蛮有成效的，也蛮有效果。因为就透过一个戏剧这样的一个媒材的方式的话，协助青少年们来去探索他自己的内在的世界。那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肢体的展现。那我们希望说，最后的成果的话，可以将他们自己的人生的独特的生命故事演出来。理小协会理事长施炳辉表示，未来也会甲大港社区合作，拄带领青少年甲社区高龄者进行青年共融课程，发挥正向影响力以外，也带领学员学习在地芳草产业，培养第二专长。也欢迎符合资格15岁到18岁高中毕业无升学无就业青少年来报名参加。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以疼惜咱老大人的心情，台南市北区妇女会甲仁爱姊妹会特别号召妇女会理干事、仁爱姊妹会会员甲志工妈妈，发起一人一道菜为问独居长辈，并且一一送饭到因的厝内，希望互因感受到满满幸福。一人一道菜慰问独居长辈活动，是伫2年前由前北区妇女会理事长童晓云以及前仁姊妹会郑经英会长共同发起，希望会当照顾到社区内独居长辈。活动迈入第3档举办，妇女会众姊妹会员也是热情不减，每一位拢献上家己拿手的料理，有烤鸡肉、炒米粉、米糕、卤猪脚等等的菜色是相当的澎湃。另外，还有明洞蛋糕、比菲多等企业嘛做伙加入活动，希望让长辈吃了欢喜又健康。我们的主委、我们的理事长都很相挺，由我来做一个主办，因为今天的那个一些餐点，我觉得也蛮满意的。原本因为我是第一次参与，所以我也是一直很忐忑，睡不着。今天早上起来就煎了80条的香肠。我们每年一次的，就是那个独居老人把这个餐点送给他们，让他们共享这个我们北区这么多的爱心。所以这个活动已经持续几年了？
好几年了。姐妹会这些的理监事会员们呢，他们呢非常的发心，然后一人煮一道菜，然后来关怀我们社区的独居长者，让他们也能够吃到妈妈的味道，然后一些拿手的家常菜，然后我们也非常感激，所以我在这里也代表我们振兴里我们所有的独居长者，还有我们共餐的长辈，非常的感谢他们啊。然后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每一年这种活动呢能够持续下去，然后呢让我们呢北区仁爱姐妹会呢能够把温暖送到我们振兴里的每一个角落去。北区妇女会甲仁爱姊妹会希望透过这些上山活动，结合社会资源、民间团体、热心人士以及爱心志工的踊跃参与，为这个社会尽一份心力，共同温馨传爱，让独居长者感受到社会温馨气氛，并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唤起大众对着独居老人的重视，温暖社会每一个角落。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今日一度中华艺术科技大学的就业博览会12号盛大举行，有114间企业来进驻竞才。经过观察，因为国内护理师欠工严重，有将近60间的医疗院所拢来抢人才，平均因一档的薪水会当有85万。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校园人才就业博览会顶场。现场有病医、长照、食品营养、生机等产业来设达，开出2800万的头路。学生嘛认真的了解比较，希望当找到理想的工作。看完的话，我觉得还蛮多医院蛮喜欢的。然后对薪资方面的话，其实大概跟我预估想象中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啦。以一个男护生的角度来看，就是除了医院有很广阔的发展。那像我们刚刚也有逛到，像海巡署，甚至是军职，医疗环境很缺我们男护理师，因为我们有相对的身体上的优势、体力上的优势。中华医大人才培育的特色，就是护理系的学生相当的多。这几档护理师欠工，200多间的单位当中，医疗院所就57间，除了准备纪念礼，同时借出一项福利给学生。平均薪资在4万到6万块之间，年薪上悬会当来到85万。护理人力的流失，但是这1-2年来，政府有提供出很多的优惠方案，包含全力提出预算来编列提升护理人员的薪资水平。那这也给护理的那个未来的发展提供很好的一个契机。希望我们的学生都能够在学好自己的知识还有技能之后呢，也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找到很好的一个工作。那也希望他们能够让学校跟业界之间无缝的接轨。校长强调，学校以医护为本，持续培育医师健康相关产业人才，特别注重学生一场体验甲实习，加强学生实务经验，成为企业爱用的人才。台南新闻所发采访报道。原本5月才是当病毒的高峰期，不过近期全国疫情拢提早，而且有增加的趋势。为了避免重症的风险，台南市除了提早了解教托机构的防治准备，同时市长12号嘛亲自来新南国小附设幼稚园，宣导正确洗手的观念，希望摆脱当病毒的威胁。5岁以下幼童是肠病毒并发重症的高危险群，特别今年气候高温，全国肠病毒急诊7400人次，已经是10年来同期最高。虽然台南尚无重症病例，不过急诊就医目前已经有335人次，是同期的2-3倍。为了提高警觉，市长黄伟哲在卫生局长和教育局长陪同，一起来到新南国小妇幼，宣导湿、搓、冲、捧、擦5步骤的正确洗手观念，希望远离肠病毒。那跟去年同期来比起来，今年已经有394个肠病毒的病例的诊次了哈，所以说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因为肠病毒过去曾经在肠病毒71型哈，曾经发生过很多小朋友，好几个小朋友重症甚至不幸死掉的死亡的哈，所以说我们今年特别的超前，这个超前部署是绝对必要的。除了让幼童清楚正确洗手的观念，学校也教导幼儿洗手歌，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希望成为防疫的小尖兵。
惠中市长黄伟哲也加码有奖征答的趣味互动，场面相当热烈。卫生局呼吁家长留意肠病毒感染的前兆，就可以降低重症发生的风险。这个风险在我们全国陆陆续续都有可能会出现，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醒家长，对于5岁以下的孩子，如果他有出现这个发高烧、嗜睡那活动力不好，或者是这个孩子呢有这个走路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他可能有不良于行那早一点的这些症状，如果家长及早发现的话呢，可以及早的让我们的孩子来就医。健康100兆，肠病毒丢出去。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接下这位来看台市安南区的海东国小如何落实环保教育。因为校内老师不只当将歹去的扫帚修理好，嘛将校内厨房洗菜水拢摕来压花，算算的一天会当省600公升的水。中午的时间，学生推着大水桶，水面上还残留一些菜渣，这是洗菜水。台南市海东国小有中央厨房，每日供应3000人的营养午餐，洗菜需要大量用水。校方特别把这些水集中回收再利用，爱护地球，所以阮的省水用洗菜的水来压花，收获就好的然后花拢洗甲真水。学生把水拿来浇花做堆肥，还会到菜园照顾蔬菜，做食农教育。1天下来，至少能省下600公升的水。因为即摆拢欠水嘛，定定拢听到讲水库即摆水剩几成，所以学校伫咧即个部分，拢会特别来提醒咱的囡仔，就是爱安那节约用水，阮的迄个水龙头嘛都有特别的设计，水量变小。不止省水，学校把纸类、塑胶等一一分类，还设置木材银行。坏掉的扫把本机经过卫生组长的敲手就能修复继续使用。这物件的生命不会再减短，都会延长时间。回收再利用，可以让地球不要再暖化。再利用就是延长这个物件的寿命。若减量就是讲，咱会当尽量卖买新的，就当减少地球的这个资源的浪费。1+1大于2，透过平常省水资源回收的动作，就能将环保意识向下扎根，让学生重视全球暖化问题。记者孙怀台南报道。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所持的海洋生物最近个传出好消息，因为伫智能海洋馆的6班2尺豚今年初生产，博物馆嘛将3个月影仔甲大家见面，相当的高追。全身黄的刺河豚宝宝首度公开，在馆方细心照料下，一窥孵化到小宝宝成长的样貌。对我们台湾大部分我们看到的都大概都已经差不多10公分或是20公分，那像这种只有几公分只有1-2公分这样的小鱼，应该目前就只有我们海科馆有。那这一次当然海科馆非常的幸运，刚好有碰到我们养的刺河豚然后自己自然的产卵受精，然后我们有机会从头开始照顾这个刺河豚宝宝，去看它整个的变化。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些养殖技术的累积未来针对不同的物种我们都有那个能力去护育它们，然后把它们养成。可爱的6班2尺宝宝有严重的挑食现象，让饲养员很伤脑筋，因此常到野外采集螺类、藻类、藻沟虾等不同幼料生物，每天喂食5次以上，所有的历程都被记录下来，成为很好的海洋教育素材。这个技术真的很棒，然后也营造一个很好的环境，在整个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作为把它的历程都把它记录起来，刚好去补了我们在讲海洋生物，其实有很多种类的生物的历程，其实你在史料是看不到的。那我们这一次刚好是我们人工养殖出来的，而且整个观察过程，就我们同仁都会把它记下它的成长历程。那刚好未来也可以做一个我们在讲海洋教育很好的一个素材。被记录下的生态都在潮境智能海洋馆内，除了全身布满刺激的6班2尺豚外，还有不同种类的豚类哦。香豚跟刺河豚不一样，是它的外壳，它的身体的那个整个那个鳞片就愈合成骨板，
所以它是硬硬的，所以好像箱子一样硬硬的。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到海科馆、潮境海洋中心看可爱的河豚宝宝。若看到忙碌的饲育员，也可以跟这些海洋生物照顾的保姆们打招呼哦。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新北市政府日前公布春季设新北的20大系列活动，该系列将对4月一直到6月，邀请大家做伙来赏花、啉好茶，而且也有展览甲艺术季，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把握机会。舞者化身蝴蝶，以曼妙的舞姿为新北春季系列活动发布记者会揭开序幕。新北市政府跨5个局处及8个公所，整合各机关4月到6月的活动，并串联交通部观光署北关处以及东北角管理处和民间食宿业者共同行销，推出了20大亮点活动。副秘书长龚雅文表示，除了有揭开春季赏花序曲的新北春分节艺术花海活动，还有各项结合亲子共游，像是陶博馆的烟翠梅活动，也从即日起开放报名。还有各式结合在地体验的2024观音，以及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携手艺术家推出的2024芙蓉沙雕艺术季和2024北海岸时尚艺术季，精彩丰富的春季系列活动，邀请大家安排一趟浪漫而且充满艺文气息的旅游。今年也就是我们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哈。新北市特别结合了我们5个局处、8个区公所，那提供了我们超过20档的各项的一个活动，有室内有室外哦。那也各个行政区，那包括像我们这个礼拜马上在大都会公园要登场的我们的春分节哈，邀请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野餐来听音乐。那同时像在莺歌，我们在现在目前即日也已经接受大家报名我们烟翠梅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活动。另外像在坪林，我们在6月也有即将推出春茶，那同时在4月就有一个茶山聊聊的一个相关活动。另外在我们的青孙山海线呢，大概从巴黎，我们可以邀请大家一举日赏，到生态到观音山去赏樱。那同时像13行博物馆也有我们的考古生物节的活动。另外，像我们在5、6月，包括瑞芳，我们的红灯笼的一个第2年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另外还有我们包括像夜访我们野柳的一个女王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哦，都邀请我们所有伙伴共同一起可以来到新北，然后可以体验我们在透过不管是在假日或在平常有休闲的一个时间，都可以一起来参与我们各项的活动。龚雅文表示，春游新北还有新北夜访9份红灯笼、健康路跑、赏花季、品好茶、逛市集、看水舞、观音趣、读文艺以及走遍艺术季打卡拍美照，让市民们享受春日时节轻松愉快的时光，体验新北城市充满活力的氛围，并怀抱对未来的美好期待，活络新北市的观光经济，一起乐在其中。记者赵时渊新北采访报道。感谢收看4月12号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